大家好，歡迎大家又嚟到港產道館，我係齊阿哥。成日聽啲網台話噶啦，喂，你唔好睇特朗普講乜，你睇佢做乜。特朗普把口就經常都話 We stop killing people， 實際上佢而家所做嘅嘢呢，直頭就等同於親手殺人。特朗普近日就話要對烏克蘭暫停一切嘅軍援嘅，亦都要切斷佢嘅軍事情報嘅。喂，你話前者軍援都仲好啲，話晒仲有啲庫存喺度繼續用緊。只不過話軍事情報一停嘅話呢，其實就立竿見影嘅。喂，連續幾日以嚟，俄羅斯都用飛彈啊，用無人機去炸啲平民區嘅喎。每日死傷嘅平民呢，都係數以十計嘅喎。呢個由於嘅軍事情報停咗之後，一到夜晚，喂，烏克蘭根本就唔知道啲飛彈同埋啲無人機邊度衝過嚟。所以啲民房就被炸啦，啲老百姓就被殺啦。咁特朗普收到幾日嘅信息，覺得唔多對路喎。喂，叫人談判啫係嘛？政治就歸政治啊嘛。但係禍不及百姓嘅喎。咁為咗緩和嘅壓力，咁早兩日開始就講話，話喺經濟上呢就要嚴懲呢個俄羅斯嘅，仲話要對俄羅斯要關徵有史以嚟最高嘅關稅云云。喂，你做戲都做全套啊，大佬啊！大家都知道已經制裁咗俄羅斯成2年幾，根本上俄羅斯仲有幾多貨物出口去美國啊？你美國入幾多俄羅斯貨品啊？你話加徵關稅加100又如何啊？講緊根本就 insignificant， 根本就冇乜影響噶噃。齊阿哥就認為特朗普呢個講法呢，真係做戲咁做俾佢啲粉絲睇嘅啫。叫做安撫下共和黨啦。安撫下啲傳媒咧，尤其是啲親粉啦。而到咗歐洲時間嘅3月7號咧，咁烏克蘭嘅軍事媒體 Military 就引述多個不具名嘅消息來源就話，咁美國一間公司叫做美國航空航太公司，個英文咧就 MAXAR，Maxar Technologies， 就話已經正式限制烏克蘭獲取呢間公司嘅衛星影像咁話。咁一直以嚟，烏克蘭都係依賴呢啲高解像嘅衛星圖片去進行防衛啦，又或者戰略嘅規劃啦，咁以及烏克蘭喺俄羅斯境內嘅佔領區，即係我哋過去1年所講嘅庫爾斯克地區啦，因為由舊年8月開始就揮軍不進噶嘛，就透過呢啲衛星圖片愛嚟監視住俄軍嘅調動啦、追蹤啦、個戰況啦、評估啦。以及監察住俄羅斯嘅基礎設施有冇受到損失啦，對佢遠程監控啦等等嘅。咁但係而家 Maxar 就話，而家烏克蘭嘅使用係受到限制，而有關嘅指令呢係嚟自美國嘅國務院。咁大家都知道，由上星期開始，特朗普為咗迫使澤連斯基翻去談判桌，咁所以就話要停止軍援。亦都禁止使用軍事情報啊嘛，於是乎就落咗 order，經過美國嘅國務院，就禁止美國公司同埋其他嘅商務機構或者服務供應商等啦，就向烏克蘭提供衛星嘅資料，亦都強調有關嘅限制係包括烏克蘭嘅政府同埋烏克蘭嘅商業機構同埋烏克蘭嘅私人用戶嘅，呢個就絕對唔係左膠唔左膠嘅問題。而係關乎到，喂，呢個明明係一個盲人嚟嘅，係一個弱者嚟嘅，佢要靠支盲中谷過馬路嘅，而家你等佢過馬路期間，突然間掹走佢支盲公竹，咁個結果咪俾車撞死咯。若果你話都仲有少少慈悲之心，好似特朗普口中日日都話停止殺戮嘅，咁你可以同個盲人講，喂，我都知你牙刷刷，盲精啞毒跛招積。我就會喺3日之內掹走你支盲公竹，你好咋咋能搵人扶你過馬路啦咁。喂，咁樣都仲好啲啊！而家唔係，而家情況相當之惡劣。而家正係有成1萬名嘅烏克蘭士兵，因為佢哋成班人都仲困咗喺庫爾斯克地區。特朗普突然間下令話唔俾佢用呢啲資訊嘅話呢，咁由於冇嗰支盲公竹，咁而家嗰啲俄軍又或者啲北韓嘅士兵咧，就靜靜地沿住啲油管，就入咗佢哋嘅佔領區嘅，即係話而家俄軍同埋啲北韓士兵咧，就突破咗烏克蘭嘅防線，
咁自從2024年嘅8月咧，咁烏克蘭就突襲俄羅斯嘅庫爾斯克地區嘅，總共佔領嘅面積就多達1300平方公里，當時都係威係勢噶，諗住攞到啲地方愛嚟談判啊嘛，點知原來個談判就完全唔公平噶喎，即係話原來俄羅斯佔領你烏克蘭嘅地區咧，就要計足嘅，仲要攞突添，咁但係你咁辛苦打翻嚟烏克蘭佔領嘅俄羅斯地區咧，就話唔計嘅喎，而且話臨埋台之前咧，專登就熄咗你個衛星喎，唔俾睇喎。咁而家俄兵同埋北韓士兵咧就兩邊包抄喎。當日嘅澤連斯基就因為信你特朗普，以為你一個公平嘅裁判，係一個公平嘅 mediator，所以就諗住攞到幾多庫爾斯克地區就盡量愛嚟bargain啦。點知原來瀨嘢，而家成1萬個士兵咧就俾俄軍同埋呢個北韓嘅士兵就包圍。咁若果再冇埋呢啲衛星圖像嘅話咧，呢1萬人隨時就會俾人殲滅噶喎。若果你話細佬，喂，而家唔俾你用呢啲軍事情報啊，喂，咁你都俾時間我調動啲兵力翻去烏克蘭好唔好啊？而家唔係喎，突然間話停就停喎。早幾日最初都話停乜嘢啊？停啲軍事援助啫喎。軍事援助都仲好啲，因為有庫存啊嘛。但係而家停止軍事情報咧，即刻就有平民被殺啦。而家士兵就被圍啦。特朗普呢個做法，比起秦檜又話比起宋高宗嚟講咧，仲要無恥得多。宋高宗最多都係用皇帝嘅權力，一度唔得，兩度唔得，咪出12道金牌召你翻到杭州咯。到你岳飛個人出現喺杭州，咪搵人鉗住你唔俾你走咯。後來韓世忠為咗幫佢求情，周圍同秦檜講數，喂，佢為國為民，佢幫你殺敵，你捉住佢都有個理由先得噶。咁秦檜咪就話答佢莫須有咯，唔使理由咯。岳飛嘅冤情都講咗700-8年咁耐，起碼而家去到岳王廟，門口有幾個銅像俾人吐口水，其中一個就秦檜啦，係嘛？但係美國家陣發生嘅事情咧，比起南宋嘅時期仲要更加黑暗。當日都仲有人幫岳飛求情嘅，但係今日喺美國，好多侵犯就拍晒手掌嘅。調翻轉嚟講，話係你澤連斯基嘅責任，因為你唔肯收兵，所以就害死你1萬名嘅士兵喺當地俾人圍剿。咁我哋宏觀去睇南宋嘅歷史，咁當然就知道。當日宋高宗同埋秦檜嘅決定係大錯特錯嘅，因為你殺咗岳飛，求得一時嘅安穩，你冇自己強大嘅軍隊咧，就算你擋得住啲金人，你後尾都擋唔住蒙古人嘅。點解今日嘅歐盟可以突然間咁齊心啊？又或者雖然冇咗美國嘅參與嘅北約，點解都決意同俄羅斯去對抗啊？就係因為有吸取歷史教訓之故啊嘛。大家要知道，你咪睇佢哋都係金髮碧眼喎，咁但係歐洲人一直都認為咧，每個俄羅斯人入面咧，其實都有半個蒙古人嘅，亦即係話無論佢哋嘅血統啦，還是佢哋嘅軍制啦，還是佢地方行政嘅制度啦，甚至乎有啲語言嘅用詞啦，其實同蒙古人都有莫大嘅關係。所以對歐洲人嚟講，無論你話俄羅斯人又好，又或者半個俄羅斯人都好啦，根本上係冇得信嘅，冇得合作嘅。最近芬蘭嘅總統Alexander Stubb 咧，上星期見到澤連斯基開會嘅時候，對住歐盟咁多個成員國就發表一番好感人嘅說話嘅，就話俄羅斯冇得信嘅，因為佢哋係第一個國家，有同佢哋打咗2場嘅仗啊。即使如此，芬蘭喺嗰段時間咧，作為一個獨立嘅國家，佢話有3個元素：第一，領土完整，佢哋冇咗嘅；第二，主權都冇埋嘅；佢哋唯一有嘅咧，就係獨立咁解嘅啫。呢位芬蘭總統話，佢哋要等到蘇聯瓦解咗之後，佢哋先能夠加入啲國際組織，好似包括歐盟咁啦。就算講到話北約咁至算啦。瑞典同埋芬蘭都係舊年先加入北約嘅啫。所以喺呢位總統眼中咧，無論普京抑或俄羅斯咧，就冇得信嘅，冇得同佢合作嘅，係因為佢哋嘅本質就係極權，就一定反口嘅。
而偏偏今日特朗普所行嘅政策，佢當然冇講到明啦，但係暗砍其實就係聯俄容共，直頭就同當年嘅孫文孫中山係一模一樣。雖然個內容唔同，但係個策略隔咗100年之後，竟然係一樣嘅。其結果呢，相信亦都係一樣咁悲慘嘅。呢個並唔係齊阿哥空口講白話，大家仲記得喺早幾日，咁即係3月6日美國時間嘅時候，咁特朗普咪話加中國關稅加多1成嘅。咁當時就有傳講話，習近平就飛咗個輪俾個特朗普喎。咁傾完個電話之後，特朗普突然間改口，咁第一句當然都係嗰句噶啦，就話我同習近平係好朋友啊 ，She is a good friend of mine。咁仲突然間話，之前咪講話呢個叫做 China virus 嘅，而家話大家唔應該再叫中國病毒咯，大家應該改口就叫翻 COVID-19 就得啦。咁改口之後呢，咁中國外長王毅突然間就話，喂，你唔能夠一邊就打壓我哋。一邊就話同我哋發展關係噶噃，咁聽王毅嘅說話呢，差唔多肯定就知道習近平同特朗普之間呢係傾過啲嘢嘅。咁喺之後嘅一日，美國嘅財長貝森特呢就接受 CNBC 嘅訪問，就講到兩岸關係嘅時候呢，佢就話特朗普同習近平就傾過電話嚟，就話佢哋兩個關係就非常之好，就話習近平應承特朗普。就話喺特朗普任內，咁習近平都唔會話對台灣採取啲咩軍事行動咁話嘅喎。咁早排特朗普回朝嘅時候，咪講到話呢個病毒肯定係嚟自武漢嘅實驗室噶嘛。咁所以顧名思義，咪叫翻中國病毒咯。咁但係佢哋傾完偈之後呢，就突然間乜事都冇喎。仲話應承咗以後都唔叫中國病毒啦，叫翻做 COVID-19。咁咪乜嘢都係講錢咯，其實只要俾錢俾得夠，根本就冇咗中國病毒嘅，即係話俾錢俾得夠，根本上就冇台灣嘅安全問題嘅，絕對唔係話我哋馬後炮，觀乎近日嘅發展呢，其實我哋喺2月21日做一集節目，當日提為三兄弟控制全球啊嘛，即係特朗普嘅思維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即係喺黑社會管理辦法，即係分地盤，總之。所以喺亞洲遠東一帶，總之你習近平話晒事，懶你哋台灣又好啦，嗰啲緬甸嘅又好啦，咩寮國柬埔寨總之印支半島嘅嘢你同佢睇晒佢，我唔得閒理你，不過要分成俾過我，要俾錢我美國呢邊，咁北美南美一帶，包括加拿大又好啦，咩巴拿馬運河，甚至乎南美洲一帶，總之我美國話晒事，你亦都唔好理我。至於歐洲就最簡單，我哋好早節目都講啦，就聯俄羅斯就瓦解歐盟啊嘛，咁事實上而家真係咁做緊，而家直頭話要退出北約嘅，咁即係話美國根本上就同俄羅斯係連成一體嘅，此之謂天下三分，佢哋三兄弟就控制全球嘅，家陣台積電都話搬埋去美國啦，投資多1000億啦，連埋之前嗰650億，總共1650億啦。咁即係話，喂，台灣之後係點？特朗普都唔理你啦。所以而家中共打緊嘅咧就係認知戰。根本上開始而家台灣人個個都驚特朗普突然間背後捅佢一刀。根本上就唔敢真打。況且佢哋啲人都唔係烏克蘭人。烏克蘭而家喺成個歐洲以地面部隊嚟計，根本上係算係最抽得嗰個啦。打咗3年咁耐，有足夠嘅經驗。突然間俾特朗普熄咗個掣喎。揞埋咗雙眼，咁點打？直頭就害死人啦！喂，邊個識制？其實就邊個係兇手嚟嘅？如果呢1萬名嘅士兵最尾俾人哋殲滅咗嘅話，你特朗普自己都有歷史嘅責任嘅，都係滿手鮮血嘅。啲台灣人見到特朗普原來會咁樣害人噶，仲邊要咁隨便話同共產黨打交啊？打下突然間熄埋佢個掣，咁點算啊？雖然啲親粉又一定唔啱聽，但係我哋睇翻其實何錦麗。同特朗普競選嘅時候講過一番說話，齊阿哥將呢條影片咧就擺翻喺置頂留言。當時何錦麗點講啊？佢話你梗係可以24小時搞掂噶，好簡單啫嘛。佢話你出賣烏克蘭咪得咯，你放棄烏克蘭啊嘛。當日嘅何錦麗踢爆咗特朗普嘅策略，當時特朗普就笑笑口就算啦。但係冇人知
原來特朗普真係咁做喎，當時大家都唔信啊，點知原來佢而家真係咁殘忍喎，真係熄咗個掣喎。而家成個國際關係真係俾賀錦麗當日講中咗喎，俾特朗普徹底顛覆咗喎。好可惜，當時大家都俾左膠困擾，對啲 DEI 嘅政策十分之煩厭，所以對賀錦麗當時嘅直言呢，竟然聽唔入耳。我哋全部都犯咗錯誤。